秀林乡公所于109年4月17日到6月27日，在太鲁阁文创产业园区办理匠心独具、墨艺原创与当代诠释策展活动，特别邀请秀林部落木艺师席比令与嘉敏部落木艺师陈立香与园区馆内展览其作品。欢迎大家能够在这里欣赏我们太鲁阁族的一个木雕木艺的创作。在这边可以感受到太鲁阁族的一个工艺家的一个精湛的工艺。一个我还是研究我们的文化雕，我给它归类。那另外一种是客户需要的东西，那我可能涵盖的那个范围就比较广。然后呢，我做这个桌板的时候，那因为我是比较走现代风系列的，然后我都会配合铁件，然后做成实用的商品。乡长王玫瑰在担任文化观光课课长以来，就非常注重扶植部落工艺产业的发展，每年皆会办理各项工艺展览的活动、工艺培训课程，并拓展工艺展售平台，兼顾工艺产业发展的效益与能见度。本次展览分为2区 ，A 馆为陈立香所展示的木雕展品，其主要特色为时尚且兼顾实用的物件。B 馆则是席比令所展示的木雕展品，其主要特色为结合太鲁阁族文化元素，以人与动物的形式呈现出来，期望前往太鲁阁的民众们驻足感受太鲁阁族传统与当代激起的文化艺术火花。旭乡公所蔡承勋、杜努瓦西报道。秀林乡的 Lin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 赶紧加入我们，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还在等什么？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